2025年9月，一則鐘嘉欣10年婚姻破裂嘅新聞好似炸雷咁，響遍華語娛樂圈。呢位曾經憑住《搜神傳好彩妹》呢個形象深入人心嘅 TVB 前花旦，被爆同加拿大隻姨老公 Jeremy Leung 爆發激烈衝突。據港媒披露，兩人喺溫哥華屋企因為育兒分工問題發生爭執。Jeremy 當眾摔碎結婚戒指，又怒後要走就離婚。鐘嘉欣就含淚控訴全家像我黨生育機器同提款機。呢場婚姻危機嘅爆發，將呢位41歲女星10年婚姻裏面嘅隱痛徹底掀開咗。喺斯打圍爐網絡節目裏面，鐘嘉欣首次公開婚姻現狀嗰陣，畫面入面嘅佢雖然保持住標誌性嘅溫柔笑容，但眼角嘅疲憊同強裝嘅鎮定就洩露咗真實嘅心境。細路仔接機嗰陣會直接撲過嚟喊媽咪，老公將呢段看似甜蜜嘅抱怨，實際上暗藏婚姻危機。據節目組統計，鐘嘉欣返港籌備演唱會嗰段時間，同老公獨處嘅時間累計唔夠12個鐘。呢種媽媽優先嘅相處模式，喺3個細路嘅家庭裏面形成咗惡性循環。大女 Kelly 9歲患上分離焦慮症。二仔 Judd 7歲出現攻擊性行為，細仔 Judd 3歲夜晚頻繁醒來。Jeremy 喺家庭日誌裏面寫道，佢總係話等細路大個就得啦，但我哋嘅婚姻等唔起。呢段跨國婚姻嘅文化衝突，遠比表面複雜好多。作為香港前無線集團主席梁乃鵬嘅侄子 ，Jeremy 雖然出身名門，但對娛樂圈生態一竅不通。佢唔能夠理解老婆點解要喺事業頂峰期接拍《再創世紀》嗰陣，堅持要將劇組鬆香港搬到溫哥華拍攝，更加難以接受老婆為咗保持公眾形象，喺哺乳期4年佢籌備內地巡迴演唱會嗰陣達到頂峰。Jeremy 認為3個細路需要全職媽媽，而鐘嘉欣就堅持音樂係我嘅第二生命。港媒拋夫棄子嘅指責背後，係鐘嘉欣鮮為人知嘅經濟考慮。雖然佢名下擁有香港半山豪宅、溫哥華獨立屋等4套物業，但加拿大高額嘅育兒成本，每個細路每月教育支出超過2萬蚊港紙，同 Jeremy 診所嘅運營壓力，迫使佢必須保持每年至少300萬蚊港紙嘅收入。我買一個名牌包會內夠成個禮拜。鐘嘉欣喺慈善活動中坦言，但俾細路仔報馬術課、鋼琴課嗰陣，刷卡就特別爽快。呢種矛盾嘅消費觀，折射出中產家庭喺精英教育投入同個人享受之間嘅艱難平衡。更加諷刺嘅係 ，Jeremy 診所20%嘅客戶嚟自鐘嘉欣嘅粉絲，呢種經濟依賴令婚姻關係變得微妙。2015年2月，鐘嘉欣通過好閨蜜岑麗香介紹認識咗 Jeremy。呢段被媒體稱為現代版灰姑娘嘅戀情，實際上暗藏現實考慮。當時31歲嘅鐘嘉欣啱啱結束咗同伍允龍8年嘅戀情，面對 TVB 力捧嘅新生代花旦嘅競爭，佢急需穩定嘅生活作為支撐。佢唔知中文，唔知我係明星，呢個令我好放鬆。鐘嘉欣喺自傳裏面寫道，兩人認識第4日就確定咗關係。2個禮拜後 ，Jeremy 就以主內為由說服佢移居加拿大。呢種閃電式發展，與其說係一見鍾情，不如說係2個成熟個體對人生階段嘅精準選擇。結婚後5年，鐘嘉欣以2年1胎嘅速度完成咗3胎生育。呢種密集嘅生育節奏，與其說係夫妻共識，不如說係家族壓力嘅產物。Jeremy 作為家中獨子，佢嘅父母明確表示希望至少4個細路，而鐘嘉欣喺2016年補辦婚禮嗰陣就已經公開表示老公想要4個，但現實遠比計劃殘酷。3次剖腹產手術令佢嘅身體留下永久損傷。2018年懷二仔嗰陣更加出現胎盤前置險情。更加令佢心寒嘅係 ，Jeremy 喺大女出生後就以避免交叉感染為由，將母嬰童室改為護士託管。呢種科學育兒方式同鐘嘉欣堅持嘅親密育兒理念嚴重衝突。2021年星空下的仁醫令鐘嘉欣再度入圍視后，但因為長期缺席 TVB 活動，輸俾咗年輕演員。
呢次失利成為佢復出嘅導火索。站在頒獎禮現場，望住曾經並肩作戰嘅同事，我突然意識到自己錯過咗太多。佢喺獲獎感言備忘錄裡面寫道：2024年啟動嘅內地巡迴演唱會，本來係佢重返銀幕嘅跳板，但首站廣州演出前，Jeremy 突然帶住3個細路出現喺後台，要求佢立即退票回家。呢場公開衝突被狗仔隊拍到，成為婚姻破裂稅嘅最初依據。而鐘嘉欣喺佛山站演出嗰陣，因為思念細路掃到落淚，更加被解讀為婚姻唔幸嘅證據。Jeremy 摔戒指嘅行為，本質上係對婚姻主導權嘅宣示。作為家族企業嘅繼承人，佢習慣於掌控局面。但鐘嘉欣結婚後逐漸建立起嘅經濟獨立，每年通過演唱會、廣告代言收入超過1000萬，動搖咗呢種傳統秩序。佢覺得我接內地工作係背叛家庭。鐘嘉欣喺心理診療記錄裡面透露，但溫哥華嘅社交圈令我窒息，每次參加家長會都要被問幾時再拍夫。呢種事業抱負同家庭責任嘅衝突，喺中年女性群體裡面極具代表性。當鐘嘉欣控訴被當生育機器嗰陣，暴露出嘅係傳統婚姻裡面女性價值嘅異化。Jeremy 家族將佢嘅生育能力視為優質基因嘅延續，卻忽視咗佢作為獨立個體嘅精神需求。呢種物化喺2025年5月達到高潮。Jeremy 未經同意將大女嘅舞蹈比賽視頻賣俾育兒機構，引發鐘嘉欣首次公開抗議。佢哋覺得我係小題大做。鐘嘉欣喺社交媒體長文裡面寫道：但我嘅細路唔係商品，我有權保護佢哋嘅私隱。呢場輿論戰雖然以 Jeremy 道歉告終，但令婚姻裂痕徹底公開化。作為喺香港長大嘅基督徒，鐘嘉欣嘅婚姻觀深受 TVB 劇集影響，期待白頭偕老嘅浪漫。而 Jeremy 作為加拿大華裔，更加認同個人空間至上嘅西方模式。呢種差異喺育兒課嘅留言獲得20萬個讚。佢演《溏心風暴》嗰陣，我就開始追啦。而家我個細路都喺睇佢演嘅劇。如果婚姻唔幸福，請翻嚟拍夫，我哋養你。呢種情感投射，折射出觀眾對完美婚姻嘅執念。當鐘嘉欣喺演唱會哽咽演唱《其實我不快樂》嗰陣，全場觀眾自發打開手機閃光燈，形成星海呼應佢嘅眼淚。呢種集體共情，既係對偶像嘅支持，亦都係對自身婚姻焦慮嘅投射。港媒用拋夫棄子嘅標題博眼球，內地自媒體就打造獨立女性覺醒嘅敘事。呢種二元對立掩蓋咗婚姻嘅複雜性。事實上，鐘嘉欣喺2025年8月接受明報專訪時明確表示：我冇離婚打算，但需要重新協商家庭分工。更加值得關注嘅係，呢場危機暴露出娛樂圈隱婚隱育文化嘅弊端。當41歲嘅鐘嘉欣被逼喺賢妻良母同獨立女性之間二選一嗰陣，實際上係整個行業對中年女演員價值評估體系嘅落後。對比同期復出嘅佘詩曼50歲憑新聞女王二度封後，鐘嘉欣嘅困境凸顯出 TVB 生態嘅變化。據業內人士透露， TVB 而家更加傾向同單身冇細路嘅女演員簽訂長約。已婚已育者往往被限定喺媽媽專業戶角色。呢種歧視喺2024年鐘嘉欣爭取黑色月光女主角嗰陣尤其明顯。導演組認為佢冇少女感，投資方就擔心佢隨時返屋企湊細路。最終呢個角色由32歲嘅未婚演員獲得，引發業界對年齡歧視同母職懲罰嘅討論。2025年9月15日。鐘嘉欣夫婦通過聯合聲明宣布，將接受為期3個月嘅婚姻諮詢，重點調整親子關係同夫妻關係嘅優先級。諮詢師提出嘅每周2個鐘冇手機約會方案，已經開始喺溫哥華屋企試行。更加革命性嘅係 ，Jeremy 同意將診所每周3設為家庭日，親自接送細路上下學。而鐘嘉欣就承諾，每月最多離開屋企唔超過7日。呢種動態平衡，或許可以為職業女性提供新嘅婚姻範本。喺籌備演唱會嗰陣，
鐘嘉欣悄悄註冊咗個人工作室，計劃開發母嬰產品品牌。呢種軟着綠色嘅復出，既避免咗同 TVB 嘅直接競爭，又能夠發揮佢好媽媽形象優勢。首期推出嘅有機輔食系列，上線首日銷售額就突破500萬蚊港紙。我唔想再俾人選擇。鐘嘉欣喺品牌發佈會上表示，無論係演員定係老婆，我都希望掌握主動權。呢種覺醒，標誌住中年女星鬆俾人定義到自己定義嘅轉變。呢場婚姻危機意外推動咗加拿大華裔社區對工作家庭平衡嘅討論。溫哥華中華會館組織嘅親子講座中，鐘嘉欣作為主講人分享經驗。我哋唔需要完美，但需要誠實面對自己嘅需求。更加深遠嘅影響在於，佢促使 TVB 喺2025年劇集招標中，首次將已婚已育女演員列為獨立分類。呢種制度性改變，或許可以為更多中年女星打開發展空間。鐘嘉欣嘅10年婚姻危機，本質上係傳統婚戀觀同現代女性意識嘅激烈碰撞。當佢含淚講出我唔係生育機器嗰陣，喊出嘅唔只係個人嘅心聲，更加係一個時代嘅集體困惑。呢場風波最終走向邊度仲未知，但可以肯定嘅係，佢迫使社會重新審視婚姻嘅價值基準，唔係完美嘅童話結局，而係喺唔完美中尋找成長嘅勇氣。正如鐘嘉欣喺最新禪曲《裂縫》中嘅光裏面唱嘅，摔碎嘅戒指可以重鑄，傷過嘅心可以修補，只要我哋願意喺廢墟上重建愛嘅國度。呢個或許就係呢場婚姻危機最珍貴嘅啟示。真正嘅成熟，唔係逃避問題，而係喺直面中完成關係嘅迭代升級。